再来看这地动的时阵，东华大学理工学院一间实验室内底，这化学品全部拢end 引起了火灾，加在是无人伤亡。也毋过，这实验室煞规个拢烧去，这场大火灾也互化学品的保存甲灾害应变的管理引起大家注意。来到东华大学理工学院一馆，灾情上严重的地动大楼，规排实验室是拢烧了。学校初步估计，干的设备就了4亿7千万。我们是有地震、有化灾，又有火灾，这3种之外，加上对外交通中断，也4个灾难一起发生，所以是非常少见的情况。学校强调，这届是复合式的灾难，真恶做到10层，会阁检讨看卖，看倒位爱改善。大专校院包括安慰自主互助联盟调集人陈明仁指出，实验室内面有禁水性物质，虽然大学无亲像一般工厂化学品坑较济，消防队也是烦恼讲，这断水了后会引起更较严重的灾难。那春节火拄起来，老师学生伫咧现场爱安怎拍火，目前也是无标准的流程。应该有一个比较标准的方式。那即使发生灾害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去浇水灌救，而不会产生反应。实验室火灾，东华大学了真济，而且最近这5年，也有几多间大学的实验室发生火灾。陈明仁认为，一寡实验室的老师无照规定存放化学品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。依照它的特性做化学品的分区存放，然后还有一些液体的这些化学品，应该放在比较低层，然后比较稳固。而且底下必须要有层盘，是不是所有老师的配合度这么高，都这么高？这个也是我们在执行上会有一些困难的。陈明仁指出，已经有学校强制要求老师爱上过特法作业主管的训练课，摕到证照，才会当卖化学品。也建议各科会要求申请计划教授爱上3点钟的职安卫生课程，才符合资格，提升大学的安全卫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